真侪人会伫个虾皮购物电子平台买物件，进前传出讲中国的虾皮大裁员，即摆讲台湾的虾皮嘛开始裁员，但是有影也无咧。虾皮的官方出面来驳回，讲这毋是裁员，是针对相关的同仁，双方沟通了后同意来离职。讲虾皮相关的消费平台，敢若美食外送的服务暂时来停止，其他消费者的购物拢无影响。放心买，安心退。找母要四超玩主持人之一的温妮，佮出名的网红王美小吴做伙翕电商虾皮的广告。过去举办记者会，员工展现热情，想袂到。在热闹的台北市大街小巷，都可以看到网购业者的实体店到店一家一家开，但是现在经传裁员潮。顶个月虾皮传出新加坡佮中国有员工裁员，即马台湾传出被裁员工的所属单位，包括招商业务单位、营运部、美食外送等等。针对这件代志，虾皮购物官方回应，毋是裁员，只是针对相关同仁经过沟通了后同意离职，而且公司有提供就业服务，佮有真好的生活补贴。不过虾皮讲，虾皮的美食外送服务已经暂停，其他拢正常进行。来看办公室内底员工照常开会，心情无受影响，只是公司内部做调整，就连伫国际市场上表现上好的台湾嘛受到影响，互外界拢惊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